上好职业。台视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森西嘛》。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陆军集军团586旅一个细心的士官，透早互人发觉倒伫咧后里营区大楼外口的草坡啊，经过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即马军方已经封锁现场，通报在地宪兵队，也有检察单位来现场处理，为了解讲到底是安怎无张持会发生意外。小等来收现场来上新的画面，咱嘛继续再为大家插播。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今日透早6点钟，大西客运军林站有民众看到停车场无张无弛，那会庆乌烟。消防人员一个赶来到现场，发觉5架报废的游览车拢已经倒起来。详细情形，咱就连线记者陈英如来采来了解。英如。好，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游览车冒出熊熊烈火，火势不断延烧，消防人员紧急抵达，搬出强力水柱灌救，但恶火实在太过猛烈，还窜出黑色的浓烟，看起来触目惊心。而这个起火的地点是斗六台西客运云林站。就在今天清晨6点多，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说停车场有冒烟的现象，他们随即赶到，但抵达的时候已经有5部游览车起火燃烧。带您看一段当时的画面。对面的驾驶，对面的驾驶进来。好，收到。可以看到游览车几乎被大火给吞噬，幸好他们都已经报废，没有挂牌，目前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员受困。警消除了出动6个分队持续灭火，也将进行后续的搜救，确保无人伤亡。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情况。多谢英如。另外，这方面来看到家己违规停车，国家警察伫咧大细声，一个查甫含警察伫咧歹声扫，代志发生伫咧新德县德北夜市啊。昨暗一个查甫违规停车，警察来甲伊开罚单，伊阁含警察大细声骂警察是狗啊。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陈道仪来传来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看到这起警民口角的事件。画面中呢，可以看到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他整个人是一直往警方逼近，还不断的大吼，整个就是想要把警方给压了。对，警方问他说哪里有小狗，他还大声回呛。我说哪里有小狗不行啊？你哪里不是？我走了。事件就是发生在新竹县的竹北市。20号晚间，这个男子呢，他违规停车，警方到场驱离。他一开始还走停行，想要挑衅警察，警察只好上前跟他开单。没有想到他居然跟车上的小孩说有小狗要来开单，双方就爆发了激烈的口角。一旁的朋友还不断的劝说要他不要再跟警察起冲突，但是这个男子他还是非常的暴走。而这一起事件也造成竹北夜市的交通动线整个是大堵塞。这一名失控的男子，警方最后也是依法将他移送侦办。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另外，这方面继续要来关心，这是考试考题，哪会敢若有泄漏的情形？中华鹿港国中谈头一届的段考，保想讲发生到国二数学考题，甲补习班2礼拜前的考题有7成拢同款。都学生登去甲市大讲实在有够咸，骂校哪会当安尼？无补习的学生对因来讲真无公平。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江定雄来采来了解。定雄。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为了彰化的鹿港国中传出国2数学科段考竟然与坊间补习班考题有超过70%的雷同，被质疑是考题外流。家长从孩子口中得知这件事，也觉得相当不合理。那是不是对没补习的学生不公平？我补习的人都唔知，拢搞不清楚，你无公平啦，这袂使。囡仔是要举一反三，伊知这个物件，伊回头拢爱不同的题目的变化。伊我都去应变，按照意义嘛，咱是咧教囡仔跳，唔是咧教伊去毁坏物件去对吧？针对考题外流情况，鹿港国中校长表示，这并非考题外流或是泄题，而是国2数学段考的出题老师引用自己在7年前所出的考题，加上学校段考题目都会上传国家教育院与县府教育处的网站，补习班可能是保存考古题或是上网下载题库，才会拿出7年前的试卷给补习班学生练习。而为了公平起见，校方也做出重考的补救措施，安排今天上午重考，也会采集今天的考试成绩。县府教育处表示，希望学校未来出考题应该要更加谨慎，同时将厘清责任归属问题。以上就现场最新情形，主播。
在社顶上，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行路哪会洗面界照片，来关心这是台南市认得一个查甫，敢若因为无头路，刺激一个情绪无讲真稳定，常常起性地，桥倒摆出去外口，不满一个巨人人，摔一只车仔过车路，动作伤过慢，就那安尼出手甲人杀，害这个巨人人险险啊跋倒。因为查甫人发生这款代志已经毋是头一摆啊，附近的百姓大家拢真烦恼安全问题。一个乌巴桑塞车行过路口，这个时阵一个无戴安全帽的查甫人骑车经过，因为嫌乌巴桑行路行个伤慢，就对人起骹动手。查甫人伸手去救乌巴桑戴的帽啊，佮足大力的，互乌巴桑险啊跋倒。毋过查甫人也是毋肯放手，一直甲乌巴桑大声喊救命，有民众过去甲伊动，查甫人才放手离开。其实伫几工前，伊嘛捌向救护人员大细声。过来啊！我跟你签名啊！来签名啊，小屁孩！查甫人因为情绪无稳定，互强制送去病院，所对救护人员大细声嚷，互家属足无奈的。最近伊毋若甲家己的车拢甲害去，佮走去路的石灰坑，这回佮对一个乌巴桑动手，嘛互附近的厝边大家心内拢真惊吓。我这听我会惊啊，兄弟嘛是会惊啊，不得不惊。据家属说，郭姓男子因半年前失业，导致情绪不稳定，因此才发生这种脱序的行为。查甫人因为失业，情绪变甲真无稳定，家属烦恼佮发生什么意外，尾也决定互伊带院治疗，希望代志会当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这个画面，秘书是困袂去，嫌面床歪，人大裤嫌衫细领，实在真够牵拖。明明坐车无下安全带，煞乱互声明，害警察该开罚单。这个网友拍一张相片，讲伊收到一张罚单，是坐伫咧驾驶座边仔的位无下安全带，嘛互伊感觉讲安怎想都想无，因为隔壁明明是踩一尊新相。文章一个抛出来，遂引起了网友大家一句来一句去，敢讲新明坐车嘛爱下安全带。一天内随互其他的目睭真的网友惊体，发觉讲原来是赛车的人家己无下安全带，佮加乱互声明，当事者才赶紧甲文章摕掉。一个网友伫 PPT 发文指控讲，家己收到一张罚单，理由是副驾驶无下安全带。毋过斟酌甲看，隔壁载的是一尊三太子，互人想要问讲，敢讲法律有规定，新民嘛爱下安全带，引起网友的讨论。有人讲新民犯法应该爱甲人民共做，嘛有人讲罚金敢会当交纸钱。毋过文章一个抛出来，无到一天的时间，就互人洗面。有网友甲相片放大来看，发现驾驶敢若嘛无下安全带，煞搁加无赖互新民，真正是真好大胆。对我通常如果是我在的话，我都会把它系安全带。真细腻，甲互相藏好，搁下安全带。伫生活内底，真受民众认为，新民坐车做好基本的保护，是对因的一种尊重。和新商店的头家嘛有同款的看法。放在旁边，安全带系着就有安全了嘛。新民坐车敢爱下安全带，大家拢有无同的看法。迄张罚单到底是要开互啥的？恐惊就敢若驾驶家己才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建筑时上新的现场画面，这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日继续伫咧民主圣地嘉义市来走选举行程，下则是第二个行程来到在地森林文创园区来看卖，带大家来看现场上新的情景。没有，那我们到这个门口看一眼以后呢，我们就往右走，那右走我们就到嘉义生活村它的地标3个柱子。那这样子呢，您大概就可以把嘉义快育生活村作为初步完成的了解。小心！你中间没有酒油啊！动帅！动帅！动帅！要进去哦！你要出去哦！要进去哦！要进去哦！往右啊！小心！小心！先带大家关心天气的消息。刷来这礼拜，因为东北风影响，慢慢有秋天的感觉。因为气象局讲到北部、东北部日时暗时会较舒适，早暗会较小可较凉冷。特别是今仔日一直到拜三，中部以北地区上开气温大概差不多剩19度，民众会当开始准备换寒天衫。另外，中南部地区日时温度虽望较小落，也毋过中昼高温会升较超过30度。尾暗嘛过了后，温度就会慢慢落较济。早起时出门，或者是口仔倒转去的民众，爱记得穿较少落的。
立法院的消息来关心，民进党立法员苏振清因为不满到我都排入去不分区立法委员名单，和党主席窦英泰日咧互相呛赌，也搁呛声讲有可能会脱党来参选。也毋过窦英泰伊嘛甲伊好倒转去，讲中央袂互人恐吓。今仔日苏振清日咧立法院态度已经放较软啊。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吴品玲。好，各位观众，带你关心到立法院最新情况。立法院长苏家全日前传出，因为侄子民党立委苏振清能否排入不分区立委名单问题是策动部分派系成员缺席了16号的中执会，导致流会。而苏振清甚至呛下不排除要脱党参选。不过今天上午，苏振清在风波之后是首度露面，态度是明显软化了。但请听一段稍后访问。我想主席他有回答过啊，他有说没有承诺过吗？不会吧？啊，所以。我讲过了，这个当初的承诺，为什么我会去没有初选？我想这个都之前也表达过了嘛。好，那就是目前针对这个情况，我还是秉持着一贯的一个说法跟原则。第一个，党中央一定会做妥善的处理，因为不是只有提名我一个，而是他有排序的问题。那他必须要有一个制度，好啊，他有一个相对的提名委员呢，这些提名委员他要去做一个审慎的一个全盘的一个考量，然后再来做排序，好，所以我一直强调了，他这个我会尊重由我们所谓的提名委员他们去做一个提名的结果。不过之前苏振清曾经点名蔡总统、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还有卓荣泰都曾经承诺他要将他列入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并且还呛杀党主席卓荣泰要撕毁承诺的话，将会不排除要脱党参选。不过党主席卓荣泰也是回击说，党中央不接受威胁。对此，苏振清今天也不再坚持，只说现在详细的状况呢，会来相信党中央的处理方式，要同心协力的来完成不分区的提名。以上就是最新情况，再把先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多谢品玲。另外，这方面同款是政治话题，来关心上海市市台办的主任李文辉来到台湾访问，在起时拜访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和独派人问讲是安怎过程未当公开。今年双城论坛，台北市市政府直播引起风波，李文辉这届来到台湾的行程特别引起大家真关心。郭文德在起时针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回应。美国宋安城的市长要来。市长，先问一下，昨天因为你在高雄一直在韩国瑜说你像成年老树工厂的老板。没有啦，我只是讲话太实在了。那你怎么看他？因为他说你现在是为了选举，所以才会这样子。我又没有，我自己又没有选的，我就觉得，我老实讲啊，有时候觉得，我常常觉得他有点可惜了。他其实只要稳扎稳打，你知道吗？其实他还是可以改变国民党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战选下去，还是会受伤惨重。以后要改革国民党的能量会比较弱。可是像他有提出，就是说要废掉一例一休，还有高铁南段等，你会觉得这样子去有点朝令夕改又？不是的，这个其实这样的言多必失的，就像我常常失言一样，但是其实我也想过。我失言的比例没有比较高，我只是讲太多话了。那 A 乘 B 你知道吗 ？A 太大其实 B 没有很高，可是乘起来就变很多了。所以言多必失啊，并不是说你讲话的百分比高，你知道吗？而是你讲太多话了。所以常常是这样的，而这东西，所以说有点可惜啊，坦白讲。那你怎么会觉得，就是说他这样子选下去的话，以后很难去改革国民党？没有啦，这一次其实大家还是要，其实这样的打仗还是这样的什么叫打得漂亮？没有，我很困难的，常常一打败仗，你知道吗？那个还是受伤惨重了。所以，现在讲都没有用了。那韩国瑜说之前不批你是因为念在一份情，你觉得这份情还在吗？还是有的啦，我对他也常常我也是觉得他很可惜的，就这样。那你怎么看罗文嘉说你提名的目的不是为了当选，只是为了拉下民进党的参选人，成就国民党？这个是这样的政治上的现实就是说，你要提不分区一定要区域立委要提10名嘛，区域立委要提10名，那我们不能说问题是有哪个区域是民进党不提名，也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常常这样这就真的是。政治口水，除非你说，这个台湾不准有第3党出现，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是他们现在的心态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把地盘占满了，对不对？他就是常常就是这样，
有时候常常讲说台湾，我说常常也觉得说蓝绿互打，你知道，有一个程度已经变成叫蓝绿的共犯结构，就是说，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演假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你看第七次修宪民进党跟国民党可以联合起来修宪，他们两个不平常每天在对打嘛，说可以联合起来修宪，很简单呐，修出一个对他们绝对有利的宪法嘛。所以你现在这种单一选区，你知道第三党都很难出现嘛。所以常常是这样。我后来发现，当这个蓝绿在台湾可以持续20几年呢，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共犯结构，蓝绿共犯结构嘛。所以这也没办法啊。那陈佩琪说，那个民进党打压政敌手段更狠心、更凶残，也是讲出你的心声吗？是这样的，陈佩琪本来就是很有个人意见的人这其实是负气。然后每次都说，拜托你那共犯那叫为难的。不过他是这样的，他时代女性，你知道，他每次说我又没有靠你赚钱，好，那你就继续讲吧。等一下要跟李文辉见面，要打算谈些什么？然后因为现在有政党质疑，台湾国质疑说你密会李文辉是要报告政绩，等一下还要来抗议。报告什么？报告政绩还要来抗议。报告什么？政绩，报告政绩。我政绩为什么要跟上海台办报告？这个逻辑就听不懂。台湾国他等一下来抗议。有外供这奇怪，这差太远了吧？说这个。市长韩国瑜说他当选之后，观光局要变成观光部，你觉得你的立委参选人需要观光常才吗？没有其实其实这样的其实让现有的机构发挥功用比较重要。每次就说这个要提高位阶，奇怪，你知道那中华民国要几百个部会才够，所以我倒觉得也不用。其实让现有的政府机构，你讲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是最重要，不必每次就说防毒很重要，我们要把防毒变成防毒部，不需要啦，这个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像李文辉还会稍微当面解释一下上次的那个直播事件，讨论一下吗？那早就结束了，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吗？没有了吧？不会再当面跟他再讲一下。没有什么，就大家擦枪走火就这样所以是这样嘛。同样是讲中文，有时候还是会误解嘛，就这样。像你现在说蓝绿现在是共犯结构，但是问题是你现在以你的力量，你要怎么来对抗蓝绿？你不担心就是又重演去年的情况，被削弱你的势力吗？会啊，这个其实本来就一个东西存在就是意义嘛。坦白讲从1994年到现在，如果整个台湾的政坛会被蓝绿统独这样控制20几年，这表示说它还是有它的功用，有它的市场嘛。那这种老实讲，这种现在是我在13时我在开这一堂课，这个从这个活化能来解读这个为什么统独，他们一直垫高那个活化能所以其实在6垃圾，你这样算起来，它明明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但是所以它一定把垫高活化能，让它环境很难进行到一个它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他觉得说，蓝绿统独就是现在这个蓝绿两党一直在垫高这个环境的活化能。下次我再来开一堂课跟你讲。上位跟李文辉大家谈什么？会谈到明年的双城论坛。我跟你讲通常双城论坛按照我的经验都不会在现在谈，都是到4月，差不多4月以后才开始谈。现在谈都太早了，他们自己要在这里讲大陆的模式嘛，他一定要到2会开完了，对台工作小组开完，他们才有一个说对台的计划嘛，才会跟你谈。所以通常都是4月以后才会谈当年的双城论坛。现在谈。他们自己都还没搞定呢。那你们今天要谈什么？那你们今天要谈什么？Say hello 欢迎来台湾旅游还有钱要花完才可以回去。像你之前因为党政部分的事情对蓝绿党政部分的事情对蓝绿很不谅解，那陈思宇现在说郑文灿的有薪休假是6都之冠，常请假去做辅选行程，是不是也说出了你们的心声？其实这样的其实相对来讲，我们还是党政最分离的，因为事实的真相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党可以。太多的党务可以做了，就是有时候假日这样去稍微辅选一下，他们还是一个很庞大的党机构，要去工作。不过这讲这个也没有用。好，谢谢。讲这干什么？批评他们也不会变好啊，这个都是政治的现实嘛。像国民党团，议会国民党团也要出来批评你，昨天在高雄批评韩国瑜的话。不会啊，这个没有啦，外公这个还是一样的。我觉得韩国有点可惜了，他只要稳扎稳打，以后还是最国民党里面最有能量的人嘛。他这一次消耗这样，我觉得以后国民党改革会更困难。他之后还有机会吗，市长？很伤的，所以到底这伤完以后还有多少能量？就昙花一现嘛，他们
不晓得，这个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所以你现在预言韩国瑜是赢不了了，赢不了了。目前我看香港这样一直拖下去，反正选举只剩下3个月不到嘛。香港我看1、2个月内不会结束啊，所以不会结束啊，还会再拖下去。好，谢谢。港官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香港的嫌疑犯陈东家牵涉到伫台湾杀害伊的女朋友。伊讲伊要来到台湾接受咱法院的审查，也毋过政府无爱。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就针对这个议题，骂讲总统撰文声声细细讲上届当维护咱台湾的主权，煞伤害台湾主权上届当。另外针对到韩国瑜要成立观光部，2028年要冲2000万的观光旅客，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嘛有上新的回应。林郑月娥是配合中国的，香港人杀了香港人，现在人在香港监狱里边，他不办。过去我们政府一再要求透过司法互助，他理都不理。现在突然之间态度疲变，说要送来台湾，这非常诡异。我们不是韩国瑜，不是到香港就去拜访林郑月娥，毕恭毕敬。什么都说是，现在他又说要跟他配合。林郑月娥后面是中国，而且他是企图用送台湾来让他的送中合理化。现在香港的民众这么反送中，我们呼吁林郑月娥好好的听取香港人民的意见，回应民意的要求。不要来做这种政治操作。其他的消息，在地自治银行继续要来关心无人的智慧生理，即马愈来愈时行。台中逢甲商圈就开一间无人的手切饮料店，人客为煮文料理一直到做饮料，拢是靠机器的手骨来完成。一个月会当减请4、5个卡手，一年算的人事本钱会当省差不多180万。另外，规台湾上界大间的机器人智慧旅社，嘛伫咧逢甲商圈拄开幕。为报道一直到替房间拢是用智慧系统，另外还有机器人的管家代替柜台服务人员，会当省差不多30%的人事本钱。机器人管家取代传统的服务人员，一日饲落去，都准备甲人客要爱的物件送去你楼顶。头一个要做的，就是来坐电梯。判断里面如果有人的话，他会跟他说借过这样子；那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他就会坐电梯上去。机器人管家坐到需要的楼站，会自动锁定房间，过来打电话给人客，刷落来，人客只要将号码拍入去，就会当来摕物件。客人他拿到电话之后，我们会给他一组密码。这间标榜全台湾上大间的机器人智能旅馆，选伫咧台中一级战区逢甲商区正式开幕。城北的除了有机器人管家，阁有寄行李的机器人手，对带入去到退房全部采用智能系统，业者投资700万，会当取代3成人的成本。大概可以节省6个人的这个人力。唔那旅馆，就连饮料店嘛行 AI 智能化，对荧幕顶悬点选好家己要啉的饮料，店内底这台白色机器手就开工啊。他第一杯已经拿下来了。对提杯啊，是毋是爱掺冰角甜度的调整，加珍珠也是柠檬汁，刷落来掺茶、看挂、大注文，最后扫一个 QR code， 就会当啉到机器人做的饮料。感觉跟一般手摇饮也没差多少。这间无人饮料店同款开伫咧逢甲商区，业者讲厝内嘛是咧卖饮料的，开店的想法真单纯，就是无想要老爸老母伤忝，所以用400万来研究制作机器手。每个月呢大概是4.5人的人力的人事的成本，那一年呢就相当于170-180万左右。一杯饮料只要80秒，讲一个时间会当做9杯，一天落来会当做到300多杯。最大的理店到啉的饮料，业者下大本来减少人的成本，无人化智慧相机长时行。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人咧讲，因免天注定，毋是每人骹高行，真侪人拢爱拜托元老，会当牵一条好的姻缘线，嘛会当有好汉年。有一个查某大学生今年8月来到台中乐成宫来拜元老，会当求姻缘。本来伊真铁气，结果小连线跋到5个上杯，落尾真是真顺势，交到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的条件含伊进前甲元老下愿的条件拢共款，嘛互伊真感谢，讲元老实在真灵舍。不如个嘛人讲家己在一丛，看赢看别人。也就神，也就人。
宝贝声拢无停落，关老店内底拢是要来求姻缘的人。陈小姐甲张先生是国中的同学，本来是无感觉，想袂到张先生来拜完元老了，两个就开始交往，因为感觉真灵性，因嘛将同学拢带来咧拜元老，希望同学拢会当找到女朋友。我那时候被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我就来了。对我原本是半信半疑，对，然后后来真的中了，好，那就带朋友一起来的。相信女朋友，所以你跟着来就对了。想要求姻缘，真侪人拢会来台中乐成宫拜拜求元老。元老殿内底搭满贴仔甲感谢的卡片，一个查某大学生嘛来咧求姻缘，无信宗教的伊来甲元老求，希望会当拄到高178公分、外表清气、鼻仔灵的查甫囡仔，嘛希望元老会当甲伊斗相共，互伊当交往较稳定咧。想袂到一困就稳固的神杯，然后2个月了后，佫真正拄到符合条件的有缘人，而且对方伫咧讲要甲伊交往的迄天，佫摕元老的汤仔互伊食。我大约都已经267年啊，但是元老才30年尔，30年来，万来拜元老嘛真济，嘛促成足济少年啊来促成，因为我哋汤啊啦、饼啊拢食袂哩。因为连续有信众成功来求到姻缘，一个传一个，当然嘛有人求元老真久，也是孤身一个人，所以是毋是有灵性是见仁见智。上重要爱先来提升家己，才会当拄到好姻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查大家一位算无够，2位算来到贵台湾来行透透。带着游客一个无爱来了后，台湾有一寡饭店业者拢想讲靠山山帮、靠拼拼倒、靠家己上介好，希望会当发展咱台湾的旅游市场。家己这间饭店做贵台湾，敢若因遮有的细烟裤仔买，互大人囡仔拢会当耍，请真侪老爸老母带囡仔来体验。另外，考虑到现代人爱饲宝贝动物，业者特别设一个宝贝动物专用的套房，互主人伫咧饭店内底看电视、音幕，就会当知影讲宝贝动物伫咧创啥，伫咧网络界嘛引起话题。木马咧人龙阁，囡仔坐伫咧顶悬，大家阁欢喜甲喙笑目笑。这毋是游乐园，是一间饭店，这是为囡仔特别来准备的佚佗设施。刚好又新开，又刚好有旋转木马，因为我大女儿很喜欢，对吧？所以我就挑这间。好玩吗？国旅议题说咧发热，家己这间饭店的业者上准出世要来抢攻亲子的客店，除了有这个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做伙乐同的金龟哥木马，业者还有开放互猫仔、狗仔这挺生物做伙来度假，设置一个挺生物的专属套房。饲主透过饭店的电视荧幕，就当随时来看到挺生物的状况。就这样子把它浇淋下去。5斤重的樱桃仔，先用广东式的方法来甲烧，搁甲淋这个烧的陈年老酒，皮切搁未擦丝，安尼互人食到头毛强要串起来。这毋那饭店的设备真成人。业者用嘛真清楚讲，爱用食的来掠掉人客的胃，安尼才掠会到人客的心。我们在之前所做的一些策略上面，我们就已经有避开这个陆客的这一个部分。有些可能没有生小孩的，但是他大部分应该也都会养宠物。对小朋友这一块的这个家人肯花钱的这个部分，即马大陆客无要来，规台湾的观光区饭店的业者拢想尽步数。出奇招，要来抢人客，希望会当增加国旅的客群。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旅游业者发觉讲，最近出国的团数人客和去年同这个时间比起来，减差不多2成。因为每年2020年元旦假期无连续休几多天。另外，1月底要过新正年，中也有选举，也影响到民众跨年较无想要出国。为了要来表生理，一寡旅行社拢提早杀跨年优待。像讲咱看到日本一寡行程，招第2个人做伙来，会当扣3000到5000，也有韩国1万块有走。另外，业者嘛加也会当抽澳门飞行机票要来拼业绩。旅客赶甲大包小包来到机场，准备要欢喜去度假。不过，旅行业者发现，这阵啊带团出国的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超减2成。景气无好，为着拼业绩，所以今年就提早杀跨年的旅游优惠出来。1月1号刚好是在周三，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请假的部分，也许他们就会有所考虑。另外的话，当然因为刚好明年1月份呢有选举，所以有一些客人可能会想说，那可能在选后呢再去选择行程，对他们来说可能相对会比较
便利些。今年跨年无连假，加上跨年了后，佮过2礼拜，就是新正年，真侪民众拢要等到休寒，也是过年的时阵才出国，互跨年团的业绩受到影响。业者提早杀好康的出来，尤其看准日本钱甲韩国钱最近一直落，佮创下这5个月上佳纪录，所以旅行社杀一部分日本的跨年团，第2个人优惠的活动，平均会当省3-4千块。若是配合除夕行程，2个人做伙各有5000块优待。另外，韩国嘛有一部分的方案，唔免1万块，各有机会会当抽澳门的机票。也有一些就是家庭啊和惜家带眷啊，然后扶老携幼会去一些，比方说这个跨年的时候有雪可以看的地方，比方说去围炉啦，好，比方说就像北海道啦，或是东北比较北的地方。旅游业者分析认为，2020跨年上兴的航点主要是台湾附近的国家，像讲韩国首尔、日本的东京、大阪，还有泰国的曼谷。跨年团抢人客，旅行社提早杀活动出来，希望会当把这阵啊变卖业绩佮救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出国坐飞行机，继续要来看到澳洲航空公司试飞全世界上界长的航线，为纽约飞去雪梨，拢总爱飞16200公里。来看到拢总飞的时间是19点钟搁16分钟。澳航飞这座真有历史意义的航班，飞行机的机组人员含人客算的拢总50个，身躯拢都爱戴这个仪器，互科学家追踪脑波含身体变化、困含食食、消化拢爱记录，嘛互人笑讲袂输敢白鸟鼠同款。这台飞行机一日降落来，就完成人类上长的直飞航班，为美国纽约飞到澳洲的雪梨，拢总16200公里，飞19点钟搁16分。This is a really historic moment for Qantas. We're the first commercial airline to fly non-stop from New York to Sydney. 包括新航为纽约直接飞到新加坡的上长的航线，澳洲航空的波音787梦幻飞行机，18号暗时为纽约甘乃迪机场起飞，20号早起飞到雪梨机场，打破世界纪录。飞行机顶的有载为着研究的乘客，甲工作人员拢总50个人。We're researching the effects of the long flights, the ultra long haul flying on our crews. We're getting a lot of data that's going to be analysed over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工作人员甲乘客拢有挂仪器，互科学家追踪脑波甲身体状况，包括伫飞行机顶的困眠甲食眠的消化。每啊50个人的身体状况拢真好，互外国媒体讲作是人类版的白鸟鼠。This is the first of 3 test flights looking to connect Australia with destinations like London and New York. 这届计划是澳航新起计划头一项试飞，目标要伫2023年开始营运。未来要为纽约甲伦敦直接飞到雪梨、墨尔本甲布里斯本，互旅客会当省真侪转机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社群网站即马长时行，一寡人为了要招大家来试赞，都有一寡网络的主持人愈来愈找危险的所在来翕相。像讲美国，就有一个网络真情的查某囡仔坐游船出海时，伊常常爬去房间外口的装边仔、栏杆外口伫咧翕相，互同船的游客规拢记录起来，赶紧通报船员。结果游船公司伫咧挖考完了后，随甲伊赶落船，讲这世人无要搁再做伊的生意，袂瘾在意啊。空南的大海海涌喷水花，坐这个豪华游轮来踅各国，已经成做即马上市行的风潮。不过，美国一个查某伫咧坐皇家加勒比海国际游轮海洋魅力号的时阵，伊穿蓝色的泳装，爬去咧阳台烂闸的外口去摆 pose， 伫遐真拉威用手机来自翕，安尼互输当时同船的游客惊一下。赶紧去通报工作人员。The one who took the photo, Peter, said he did alert guest services, and the woman was eventually tracked down, and they figured out her cabin location from the photo. 游轮的工作人员找到这个查某了后，伫游轮到牙买加的法尼莫斯港，佮随甲赶落船，佮禁止伊规世人拢袂使坐皇家加勒比海国际游轮的任何船只。A passenger fell 15 stories off a cruise ship balcony into the pitch black sea. Witnesses say she was taking a selfie on board the Norwegian Epic. 挪威有一只豪华游轮，伫咧2018年的3月，
有一个53岁查某乘客，伊伫咧自翕的时阵，煞跋落去海底。船长苏当时佮船力停落来，佮派救生船全力去救。经过点外钟，总算甲人救回来。Found the person in the water, and she was picked up, and she's now in the hospital, so everything is good there. 莎拉科比嘛是真少数，迄个跋落大海佮通救回来的人。伊伫咧2012年坐游轮的时阵，无张持对船仔顶跋落海，经过恐怖的2点钟才甲救起来。监视器佮有翕到苏当时的画面。I felt hopeless and hopeless. It's pitch black out there. There's no land. There's no lights. 豪华游轮虽然讲生做真大歹，不过若是伫咧海面去拄到较大的风影，要是会喊甲真厉害。所拜要是随时来张持家己的安全，安尼才袂互海龙王险去做人客。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的林周杰伦办巡回演唱会，有网友目睭真金，发觉讲伊放伫咧钢琴顶头，唔是琴谱，是目睭就的歌词。请做哪呢？是你大家叫你卖回来的。对我，你心肝来这里挂。你麻烦都这么多。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有嘞花歌戏中孝节义。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让我较行李，你好练。你咧死后去计划嘛？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都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上面请。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来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炊，冇人读做炊。这个炊就是用水甲食的物件创好烧，古早一般拢是用炊绳，即马咱拢是用电锅来炊，像咱讲炊便当、炊粿。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炊粿，也就是用炊的方式来做粿。第2个词炊绳，也就是人绳，一般用竹啊或者是茶做的，用来炊物件的家私。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古早人讲旧炊绳好炊粿，旧茶灶好烘火，意思就是旧的物件用起来较熟手，较好用。请人做代志嘛是爱找熟手的较可靠。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炊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艺人周杰伦办巡回演唱会，新月17日咧上海上场，多网友目睭真金，看到讲周杰伦坐伫咧白钢琴的头前，家己弹钢琴，唱歌的时，放伫咧钢琴架顶的唔是琴谱，是目睭就的歌词。画面一个公开了，互网友笑甲要变过，讲这就是周杰伦的秘密。冇人讲到周董的目睭算真金，安尼才看有。坐伫咧钢琴头前，家己弹家己唱的歌，唱周董的周杰伦，感人的情歌，互人听甲真迷醉。佮有了表师伫咧边仔来咧录画面，毋过这一幕煞意外掀起网友伫讨论。原来有目尖的网友发现，周杰伦的钢琴顶悬放的毋是琴谱，是写甲密密的歌词。有网友都讲，原来周董的袂当讲的秘密就是这。嘛有人为周董的讲话强调伊的歌伤济，本来都无法度将所有的歌词拢记掉。但是嘛有人来亏，就算歌词会袂记的，但是目睭阁袂歹，只是想要将歌词完整唱出来，拢无漏交，是真正无简单。我唱了2遍了，2遍都忘词嘛，对。
参唱金曲歌王王力宏，伫咧演唱会顶悬来唱招牌歌，但是袂记的歌词，嘛互来宾黄明志来吐槽。若讲到歌单内底袂记的歌词的大王，真侪人拢会想到伊。既然在直播，所以你可能会怀疑我是假的。58岁周华健为着要宣传新专辑，搁开直播咧介绍新歌。毋过工作人员就惊伊会袂记歌词，特别做一张真大张的字条啊，敢若会当讲歌手毋若爱有真好听的歌声，记忆是毋是真好，嘛是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韩国瑜上新的现场。话说很远，下面有很多万人走。然后那天交接的时候，我已经说我以后不当市长了，现在市长换人了，你怎样？我们市长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我以为你听到了，起码我做起立了，起码变你做起立了，咚咚咚咚咚，怎么办？那天我问我们市长怎么办，很生气哦，他就到了九华山去参拜，回来以后。每天晚上就会说喝酒，聊历酒，这是个真人真事。为什么我们来拜访？我心里面是想的，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会白旗我们九华山地藏庵所有的各位愿意投入宗教事务，我们把备水心境平安，保佑我们所有的上海信徒。我们心里面在拜访的时候是诚心的。是和谐，是宁静的，是美好的，所以要特别来这里致敬，也要感谢我们地藏王菩萨、九华山这边的所有的负责宗教事务，长期关心我们所有弱势族群，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更美好。自己的社会，我们自己来一起团结打拼。我今天讲这个小故事，嘉义九华山拜地藏王菩萨。特别有法塔，让我们一起有一颗虔诚善良的心，让我们一起让台湾社会更美好。再一次谢谢各位九华山所有的接下人生继续要来关心日本即马上海红的艺人木村拓哉查某囝木村光希，进前互人邀请来参加东京服装周，替真情的设计师来行舞台。今年16岁木村光希因为穿柑仔色大领蓬裙，也有真长抢衣的服装，互网友吐槽讲袂输敢若是一只钱鸡同款。另外，有人讲掠准是看到海葵，面呢因为伤过幼气，网友讲看袂出来服装的魅力。目睭真迷人，穿柑仔色的蓬裙，日本明星木村光希进前受到邀请参加东京时装周行秀，不过服装造型煞引起讨论。双手举起来，互人看清楚真领衫的设计，不过网友看到煞感觉袂输那大只鸟仔要飞同款，和蓬裙的裙机嘛，互人摕来讨论。超级大的九九夹伫后壁，有网友感觉真水，毋过有人认为真成正假，阁有人叫是看到石玲，有网友感觉真成因兜门口的玫瑰花艺人参加行秀，穿的衫定定引起讨论。就讲查甫明星陈志明进前行秀的时阵，一见到看现，佮穿一双10公分悬的叉夹，尾也煞。无细里跋倒，互民众拢惊到。澳洲马岛米兰达科里改变过去高雅的风格，换作翕合的造型来行秀，互人有无同的感受。艺人行秀的时阵，服装造型表现出来效果，常常拢有意外评论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手螺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螺料理，这是大碗公的杂菜面内底好料大碗公碗。请做哪呢？是你大家叫你买回来的。对我，你心肝来这里挂。你麻烦都这么多。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有个花歌戏《忠孝节义》。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
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让我加成你，你好练。你咧写后续计划嘛？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唔免出国，嚟咱台湾就会当食到Okinawa的好食料理。因为这个头家伊本身就爱真爱耍烹饪的运动，常常往回石环岛。上尾家己买牧场，即马归去为河牛的产地直接送来。上界特别的是店里的牛拢是用牛母，因为肉质口感讲比公的更加油。肉伫巷路顶的巷甲香讲香，一喙食落，肉就水散开。这是Okinawa石环岛的好牛，过去想要食，拢爱坐游轮，还是飞行机去当地食。即马伫家人就食得到，佫是为产地直接送过来的。来这边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好吃，真的好吃，真的不用坐游轮到石岩岛，来这边吃就好。家人市烹饪委员会主委郑明华，甲日本轮流办台流国际烹饪比赛。15年来，伊去石环岛就亲像咧行走卡共款，食美记好牛，佮食甲变做内行的。1年前决定开始卖好牛，真侪人客拢甲问讲要安怎料理，尾啊规气就决定家己来开餐厅，佮甲真高煮海产料理的阿中师找来做头店。那我们和牛跟别人家不太一样的话，是我们和牛是专门的母牛，而且是没有生过小孩的母牛，让肉可以达到最好的状态。生肉闻起来它有淡淡的一种草香味，类似像那种香草冰淇淋打开的时候那种香草的味道。那有烘的店内佫有蚝牛寿司、扁鱼寿司羹，互人客有无共的选择。另外佫有秘密菜单，互人意外。头店发挥创意，就是要互人客食甲条的。米萨基 Q， 卡梅卡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大家来食大碗公的杂菜面，今晚用要2斤的油面，佮掺猪肝、鱿鱼、虾仔，拢总10外款的好料料理，大碗佮满钱。双手好鼎，先甲大头葱甲高丽菜芡芳，互芳味出来，再搁较大骨汤头落去，两个师傅做伙煮，搁一摆用到3口鼎，到底是什么料理这么高工？2口鼎下油面，1口鼎放真侪好料的。原来师傅煮的是10人份的杂菜面，所有的动作拢袂当停落来，爱伫2分钟内煮好。用来底面的嘛，毋是普通的碗，是超级大的碗公。超级大碗的杂菜面煮好啊，碗加上面有20几公斤重，店员捧起来，烧烫烫的杂菜面真紧就捧到人客面头前。煮食的功夫会这么好，就是因为吴建成国校啊6年就出来学师啊，17岁就伫餐厅做大头店。12年前，伊本来甲朋友合作开海产餐厅，跟人家合伙做生意，然后卖现捞海产，卖无几工都收起来不爱做啊，互动不和。为着生活，因某张玲玲伫北投一条巷仔内找一间店面开始卖杂菜面。不过叫捌做过餐厅大头店的吴建成，家来买面，伊的面子放袂落来，头起先做甲就唔甘愿呢。他是很不甘愿的跟我做，他说我厨师我总婆呢，我怎么会跟你去卖面这样子？会开始卖大碗公面，讲起来其实嘛是一个意外。拄开始店的生意真普通，一直到有一回张玲玲伫菜市仔买一块大碗公回来，放伫店内互人看，吴建成看到就生气的。我刚刚啊死啊话，然后买一块大碗公菜点落去细节啊，菜是到底是要创啥？想袂到买回来迄块大碗公变作改变命运的关键。因无意中用大碗公来煮面，无意外，佮真正有人客来捧场。刚开始客人来点说点大碗的，我真的我会傻我正经啊个正经有人要吃啊，好了煮啊。后来就开始
卖这样。对。过去用大碗公十菜面甲名声做出来，毋过无亲像轻花无一枚。吴建成甲张玲玲知影爱把握机会，翁仔某共心靠真材实料，甲人客心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啥做哪呢？是你大家叫你卖回来对啊，你心肝来这里挂。你麻烦都这么多，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有个花歌戏《忠孝节义》。怎么样，雷公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让我较胜利，你后练。你咧死后死计划嘛？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上面怎样啊？会晓讲好，不啊较好。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几个布局，你结果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受不了这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叶小河。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生活是甜蜜》。知道你作品里面的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吗？他上前靠在李毅耳边说：“欲望。”李毅思索着，眨了眨眼。景文张大了眼睛。李毅搂着一个背部光裸的女人，他看见景文，立刻松手放开。景文眼里泛起泪光。10月26号，本周六下午1点到3点，《生活是甜蜜》口述影像版。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五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五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车做哪呢？是你大家叫你卖回来对我，你心肝来这么挂。你麻烦都这么多，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有丽花歌戏《中好这期》。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你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人我较成你啊，你好练。你咧死后死计划慢。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了，搁想要管我？今晚上面情形啊？会晓讲好，不啊较好诶。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几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夜小盒。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生活是甜蜜》。知道你作品里面的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吗？他上前靠在李毅耳边说：“欲望。”李毅思索着，眨了眨眼。景文张大了眼睛。李毅搂着一个背部光裸的女人，他看见景文，立刻松手放开。景文眼里泛起泪光。10月26号，本周6下午1点到3点，《生活是甜蜜》口述影像版。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花式骹球是一款新的运动。骹球员认为，这个身躯每一个部分拢会当运动，佮再配合音乐来做小连续的动作，亲像是这个骹球的魔术师同款，动作真适拍，嘛互人看到到底感觉动作真水。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